大家好，今日要分享嘅就係海南雞飯。今次係用全隻雞，一雞三食，雞飯同埋湯，係一個新加坡家庭嘅家庭式做法。唔好睇呢個方法好似好家庭式咁，呢個海南雞飯嘅味道比起出邊唔合格嘅餐館係超水準。呢個目錄係提供煮雞嘅時間同埋磅數。用廚房紙徹底索乾水分，裏邊外邊都要索乾啲。用油開黃薑粉，如果你隻雞係細隻嘅，份量就唔需要開咁多。用鹽同埋薑放入雞籠。啲鹽要捽勻佢，唔好俾佢黐埋一嚿。我呢度買到嘅係白毛雞，皮係特別淺色，所以用油開黃薑粉上色。如果你係買到黃油雞或者係黑毛雞，就唔需要用黃薑粉啦，淨係用油就得。用油嘅目的係幫助雞皮風乾，唔需要浸冰水，皮都會爽滑。用架晾高，唔好黐住隻碟，唔需要冚住。放入雪櫃2個鐘。我係用急凍嘅班蘭葉，如果買到新鮮，用新鮮嘅。仲有香茅1支，拍幾下就容易出味。要返上邊嗰橛，下邊嗰橛唔要噶啦。班蘭葉2份，一份要嚟浸雞，一份要嚟煮油飯。呢度係浸雞嘅材料，跟住嗰部分係煮油飯嘅材料。要爆咗薑蓉同埋蒜蓉先。準備一煲滾水，熱鑊落油，用中火，首先爆香煮飯嘅薑蓉同埋蒜蓉先，慢慢爆香，直至金黃。滗起咗備用。用返同一隻鑊，加一啲油，用中火，爆一爆啲薑、香茅、班蘭葉，兜幾下就得㗎喇。落埋啲黃薑粉，都係兜多幾下就得啦。跟住加埋啲滾水，再加埋啲鹽。冚蓋大火滾起，一滾起就可以放雞落去啦。浸雞嘅水分要足夠浸住半隻雞。側邊向上，用中火5磅嘅雞煮6分鐘。留意下我爐頭嘅中火，好似依家影片咁樣。反雞嘅時候要快手，唔好俾水溫攤凍。反轉另外一邊。都係側邊向上，仍然用中火再煮6分鐘。今次係轉最後一次，雞胸向上，雞背脊向下，用中火煮多6分鐘。記得啊，雞胸向上，唔好向下，咁樣煮出嚟先至會嫩滑㗎。煮完6分鐘之後，熄火，唔好開蓋，焗30分鐘。焗咗30分鐘啦，我唔會浸冰水。如果想雞皮有啫喱嘅，有位網友提供嘅意見，煮好咗之後趁熱放入冰格，急凍15分鐘，咁就會有啫喱嘅啦。有海南雞點可以冇油飯？依家嚟處理嘅油飯，用返頭先嘅雞湯，隔走唔要嘅渣。記唔記得頭先爆香咗嘅薑蓉同埋蒜蓉？用2杯嘅米，用剩返嘅班蘭葉，加2杯雞湯嚟煮呢個飯。但係你用嘅雞係細隻嘅，湯嘅份量係少嘅，就唔好煮咁多飯啦。湯唔夠味，飯唔夠味。幾快？眨下眼就煮好咗啦。聞唔聞到飯香呢？
打鬆啲飯，專登打耐啲，等你哋睇下啲飯靚唔靚。試下味，要加返啲鹽，鍾意嘅可以加返啲麻油。我平時煮呢個飯響雞湯嗰度已經落足夠嘅鹽分，咁飯就唔需要再落鹽。但係個個人口味唔同，如果我俾啱我嘅口味嘅鹽分，可能你會覺得太多，所以我俾你哋自己決定，依家先落。最後嚟煮個湯啦。頭先嘅雞湯撇一撇油，如果你唔介意嘅，撇出嚟嘅油加埋落去煮飯，啲飯會更加香。攞返頭先隻鑊仲未洗㗎，加啲雞湯落去，加啲材料落去。如果雞湯係濃味嘅，可以加返啲水，大火滾起。用乜嘢煮湯？你可以選擇你鍾意嘅食材，唔需要跟我。如果諗唔到俾咩材料嘅，打隻蛋花，俾幾粒葱，咁都得㗎。新加坡嘅食法同埋呢度地道嘅餐館都係碟底煎青瓜。睇唔睇到啲雞胸啊？幾嫩滑！呢個係雞上髀，斬雞起骨，我唔講啦，我有片介紹過，右上角有連結。落返啲你喜歡味道嘅醬油、麻油。我呢隻係煲仔飯豉油，點解要落醬油？因為係新加坡口味。又可以試食啦，食返嚿最厚肉嘅先。睇下啲顏色就知道嫩滑緊緊熟。薑蓉同埋海南雞醬汁係自己整嘅，右上角有連結。小貼士：雞煮到幾熟你先至滿意呢？用相同重量嘅雞試一試，步驟時間跟我目錄指示去做。如果覺得太熟，下次你煮嘅時間每邊減少30秒。如果覺得唔夠熟，每邊加多30秒。係咁多啦，我仲有其他各節嘅食譜可以選擇嘗試。多謝收看。